好，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高雄的公山一场废弃物的掩埋场，昨暝7点外导火烧，这个火烧甲真美，消防员一直到半暝点外才甲火拍花。也毋过讲，这个规个高雄市区规暝是臭干干，一直闻到迄种烧塑胶的臭味。环保局讲，有11个区的空气受到影响，不过加在初步侦测，并无戴奥辛等等有毒的气体。导火原因还搁咧调查，若空气污染这个部分，先来罚款500万。掩埋场火是有够严，而且拖了真紧，上局出动侦查分队赶到现场去拍火。这个地点是伫高雄市公山区一间废弃物的掩埋场，昨暝超过7点外发生火警，一直到透早1点火才拍花。有一个怪手伫咧做残火处理，规暝市区的人拢闻到荷人的冰白的臭味，真艰苦。烧电线什么那种味道，好像像塑胶啊，或者是那臭味很臭啊。不少人上环保局面前去反映，烦恼讲本身输着敢会是有毒的空气，环保局半暝就派人到现场去监测空气的品质，初步侦测结果，这空气无毒。空气品质的监测，那是都没有测到这个所谓异常的化学物质。冈山、大燕巢以及大社地区的话，是第一个时间会闻到这个相关燃烧的这个异味。受影响所在包括公山、燕巢、大社、南仔溪、仁武、凤山等等有11个所在，人令大火影响范围上大，环保局先依照空污法先罚500万，续来继续调查导火原因，看要安怎处理，才个讲。